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Lily 筍盤推介時段啦。今日新收咗一間柯士甸站上蓋嘅3房套連儲物房露台單位，想誠意同你哋推介。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，撳訂閱 subscribe， 然後撳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尖沙咀九龍站附近一帶嘅筍租賣盤同埋成交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筍浩利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